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观众，你敢有听过“中国震撼”这4字？这名词又搁在美国人的嘴内开始出现了。讲到中国制作又搁来，生产过多，倾销全世界，真侪国家把门关起来。啊，咱台湾的电动车敢通放伊驶入来？今仔日对这来讲起。那么，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分科大財務金融系教授鄭正平。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大國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陳宏毅。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真歡喜來大家討論這個問題。是。那麼第四位咱主持人媒體人蔡耀哲。是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對這條新聞來開始看起。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一年之內來2屆來訪問了中國。伊針對着中國部分產業，親像電動車、產能啦、上濟，表達了關切。伊要求中國愛控制，以免傷到經濟，而且呢，俗面來行銷全世界，那麼損害到全球的企業甲就業的市場。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第4擺去中國，是要減緩雙邊緊張，促進經濟關係正常化。伊切日拜會中國總理李強，佮強調美中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有責任處理好複雜的雙邊關係。I believe that over the past year, we've p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 a more stable footing. This is not meant ignoring our differences or avoiding tough conversations. It has meant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only make progress if we directly and openly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耶倫這擺重點是在推動公平競爭，表示中國電動車、太陽能板甲其他清潔能源產品的過度生產，會損害美國甲其他國家的能源發展甲就業機會，呼籲中國提前對此，避免用俗嘅商品出口傾銷創造成長。And this includes the issue of China's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can cause global spillovers. 利用動機進一步溝通，不過也反對美國將經貿問題轉化做政治或者是安全問題，應該為市場導向加全球視野來看待產能問題。耶倫特別下晡舉行記者會，總結這一擺廣州甲北京的行程，7月會登美國。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咱睇看這個新聞大，可能你平常時無咧接觸這種新聞的時候，可能三無漲。但是呢，咱來透過這張圖表，咱來讀給你聽。美國的財政部長是安怎才關切這個代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伊講哦，我相當擔心中國長久以來的經濟體系總體經濟失衡，也就是家庭的消費力增弱。以及企業過度投資的經濟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對特定的產業用補貼大力的補貼，使得這個情形更加嚴重。同時，也為着美國甲全球帶來個真嚴峻的外溢效應，也就是講兩項，一個就是傾銷，一個就是呢通貨的緊縮。那麼這項代誌呢，我要先請鄭老師吼來講給咱聽。尤其2000年左右前後，咱迄陣時就聽過中國震撼，即擺是2.0這個版本啊。美國人甲全世界尤其真濟國家攏開始咧緊張哦，到底是為什麼？因為我們比較一下2000年跟2024年這兩種那時候的經濟情況跟現在差非常多。2000年的時候，中國正在 rising。
看起来充满了光明，哈，充满了，所以它是生产过剩，哈，因为我们台商的很多高阶的这个董事长都说，只要中国瞄准在哪里，那个产业就会过剩，所以2000年就有这个情况。可是它当时的产业呢，基本上技术水准并没有那么高，然后中国也是一片欣欣向。杀伤力无法管啊。是的，那现在的情况是啊，就是从大概2022年底哈，这个新冠肺炎解除之后哈，大家看到中国经济没有起来，反而是摔得很严重，摔得很严重。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哈，它各种征兆都非常糟，比如说内部的需求不足、供给不足，然后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通缩。就是 deflation， 因为通常通货膨胀是大家很担心，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通缩，最明显的就是日本经济衰退了20-30年，那就是通缩。那中国现在看起来通缩的情况非常严重，在通缩的情况之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那中国的政府现在看起来乱了套，因为它失业又很严重，需求又不足。民间的产业又不兴盛，所以它就大量的刺激之后呢，用各种的补贴、租税等等，它反而会想要刺激，让它既有的生产更加的兴盛。可是国内的需求不足，然后物价一直跌，然后它生产过剩，它就只有输出去。那现在造成的危机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它现在某些技术已经领先可以说领先全球，就是所谓新三样：电动车、这个锂电池，还有太阳能板，这个都是绿能新兴的，它威胁到西方国家。可它在其他的产品哈，它也威胁到落后的国家，比如说第三世界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哈。所以它现在构成的威胁是全面性的。最糟的是我们之后各位专家都会提到，中国并没有一个有效的解方。就它现在是通缩、失业、生产不足、需求不足，可是它现在就是用刺激，就会造成它的产出更多，所以情况已经很糟，更糟。然后原来只是国内糟，现在连它的国际贸易的盟友，不管进步国家、落后国家，全面都会受到影响。老师他有讲到吼，其实唔那是美国甲欧盟啦，吼墨西哥啦、印尼啦、印度啦，拢开始紧张啦，更替啦，其他什么物件。拢会紧张啦，高科技的物件，甲生产技术咯，较无遐悬的物件，全世界拢惊呢。是的，是的。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你的家庭的支出啊，大家拢欠，这到底吼，这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哪里啊？罗老师，你讲来咱听看。坦白讲啦，吼。欧美国家哈，澳洲跟美国哈，因为债务问题足严重的，所以因即卖部分就变做讲一部分是爱找机会会使去扣税，啊一部分是慢慢啊吼物价吼，甲通货膨胀吼，拢变做伊的一个变通的财源啦吼，所以咱即摆咧看这个问题吼，大家角度会足无共的。你若对普通善价人啊，是伊迄个政府已经古早去有迄个高物价定过，你像德国啦，你像咱古早的迄个1947年啦，咱去有迄个叫做恶性通膨定过吼。咱即摆若看到有办法好会使甲物价控制住吼，啊是互生活成本愈低吼，大家拢会拍破啊欢迎吼。所以你看即摆东南亚国家吼，因1997年去用定甲金死，迄样阵安尼规个因遐汇率吼拢崩盘，物价吼拢起超2成甲3成。所以因即摆若看到有人会使生产俗的面互因用，因拢是拍破啊欢迎。古早美国甲欧洲甲中国动作，印尼嘛会惊呢，印尼嘛开始讲有反制的这个措施呢。迄是。当然啦，吼，因为你伫东南亚国家内底吼，因30年来拢伫发展汽车工业。这个汽车工业，因为后来菲律宾吼、美国的福特啦，咱台湾的厂拢撤资，所以变做纯泰国、甲印尼、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落尾发觉这无趁，因为马来西亚本头较小的国家。但是印尼是有2亿人的国家，所以伊一直笑想讲这汽车工业伊嘛想要。会加减有谈判。泰国是进步上紧的，因为伊是变做拢转变做 Toyota 对全世界东欧甲南美洲的主要的生产的点。而且泰国佫趁到一个好代，因为日本推迄个 CPTPP，
所以变做 CPTPP 国家家己泰国生产的日本的零件，拢当作是日本本土生产免税。所以你即摆爱看这个问题，讲东南亚国家有人伫建汽车工业无？当然有哦，因30档来拢伫拍拼者。有成无？无哦，因为敢若泰国即摆看起来上灾。对位市场上大，当然印尼上大嘛，因为伊的人口上济嘛。所以即摆咱看这个问题，变做讲，大家拢各有姿态，各有算盘。这个算盘得掉的，那进口较俗，伊嘛是会进口。那甲小翘起一下，会使互人来遮投资设想，伫遮做组装，伊当然嘛会使谈啊。所以咱即摆看这个老师，你有赞成台湾进口？台湾进口，咱是坦白讲啦吼，咱即摆伫台湾的汽车市场吼，咱的完税车啦吼，伫全世界还是完税率上悬的国家啦，拍税拍上悬，拍足济啦吼，咱看起来是关所以税存老师，你有17%。赞成中国的电动车进口？我赞成咱伫车这个部分吼，嘛是爱够开始思考降税，因为你看咱有足侪小货车，咱足侪农用车，所以你的意思是讲降税，一路拢爱降税，当然爱降，当然爱降。世界各国的车入来台湾拢爱降税。因为咱即马有足侪位的部分吼，拢无办法换车的。你看遐做工仔的，遐做农民的，遐中南部的，拢驶迄种车，用当工啊呢。迄阵是，若是换到中国的即个电动车，咱若有降税，中国的车无一定会拍赢日本的车哦。咱唔通袂记了吼，咱即摆伫台湾驶的无路无吼，拢是中国生产的吼，拢是中国生产，所以咱袂使秘伫后壁，你遐想讲做，咱要安怎来调整？其实上简单，咱互咱遮个中南部的遮个做事人。咱互咱伫台北咧做粗工的，咱互咱遐个车已经超过15档的遐个做事的人，大家拢买会起好的车，这上重要。因为无咱拢无交通安全，伊打东就打袂稳嘛。迄车库废气足侪嘛。你赞成还是反对？我赞成进口也是家己做拢无要紧，但是上主要你的税金爱像教授讲的，爱合理嘛。因为咱即摆是先进国家其中的一部分啊嘛，你敢袂使要卖人物件，叫人卖拍你的税金，叫人爱开放进口你的物件，人的物件你就该用这个，毋是关税的这个障碍，你共动，对不对？你税金你共，但是你个货物税呢？你加东加西，这实际的税金60几%，咱买一台车等于一个月买3台，对不对？所以这个完全是无合理的条件啦。开放进口是加互民众来选择，我感觉倒一种好，毋是讲中国车入来俗，大家就要买呢。因为咱之前咱嘛捌进口过足侪种中国入来的，咱甲做起来，袂俗嘛无一定人要买，因为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伊感觉好的物件，什么是迄个 CP 值上悬的？伊无可能讲你入来我只有贪俗尔，你俗嘛有一定的品质啦。所以我感觉咱一个台湾的开放的市场，应该互各国的车辆，拢会使公平来。所以李署长，你的观点是讲先检讨咱拍税制度，是，再来考虑讲中国的车，不管是组装的还是柜台入来的。对了，就是讲咱会使互一个公平竞争的这个市场，咱的车好的本来就较贵嘛，较差的本来就较俗嘛。伊毋是讲你搁俗我就卖，你俗也歹我嘛卖啊。但是另外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有人志啊吼。是。因为台湾毕竟咱的汽车不管你网络顶头大家都嫌讲咱台湾本土的车足歹安怎无竞争啦。但是毕竟也是有一个产业链。那么一旦入来，中国的车也好，还是讲全面性咱的这个税来抛低，对着咱台湾的汽车的产业的影响是啥物？其实若讲到这个为着要保护产业，所以禁止这个车。中国的电动车是讲其他的车入来，甚至限制这个数量我是感觉无什么道理啦因为尤其是咱今仔日要讨论的是电动车嘛尤其中国即马
足想要拍入来，因感觉因全世界有竞争力的是电动车吼。台湾你讲对一间国产的即个汽车公司内面咧生产电动车，到即马也无看到，因为主要是鸿海个陆良合作起来 MIH 吼，MIH 到即马也无看到什么车伫路咧驶吼，所以你讲为着要保护台湾的即个产业链吼，所以一定爱禁止，这是无道理的吼，因为我感觉其实咱爱好好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做这个制度问题出伫对吼。第一，若讲中国的这个电动车销全世界吼，即马东南亚甚至包括日本吼，日本比亚迪足早就入去啊，甚至日本的政府阁有补助，就是伊补助伊家己的这个丰田以外吼，伊阁补助所有包括比亚迪，包括即个欧洲、美国的这个汽车公司吼。所以伊不止互伊入来，伊阁互伊补助吼，敢若像咱买冷气、买啥物拢有补助共款。日本为着伊的车要销去日本，所以要销去中国，所以伊就爱平等互惠，爱互相对嘛吼。咱要互中国的车入来，咱想讲咱要相对，咱因为包括观光，咱嘛是咧讨论讲你有相对无吼。但是伫台湾这边，你讲你要相对。就是咱的 MIH， 是讲纳智捷哟。纳智捷其实唔是电动车，其实台湾也无成熟的这个电动车，通好参中国遮的这个比亚迪啦，吼吉利、小鹏啦，遮甚至包括上新的这个小米电动车吼，其实有拼的，敢若特斯拉吼，特斯拉因为伊为着要踮中国生存，所以伊就伫上海设厂，所以伊设厂了才有通好公平竞争，所以你伫中国咧买车吼，包括BMW、宝马跟奔驰吼，才会即个咱感觉双 B 伫台湾足贵的车，伫中国买嘛是共款俗俗啊？为什么？因为因伫遐设厂，伫遐关税较低，伫遐共款的比如讲当市长级的即个奔驰吼。伫台湾啊，买500万，伫遐可能买300多万，所以共款有即个情形，所以关税降税即个问题，这是实际讲台湾要处理这个车，要进口这个车，你爱安那对全世界拢共款用共等的方式来处理即个关税问题，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根据我所知影，因等足久的啊。等足久要来甲你就是要进攻台湾吼。足济你看即个网站内面吼，去重庆、成都啦，伫上海啦，伫北京啦吼，拢足济即个车友吼介绍讲哇。这台车吼 BYD， 这台车若入来台湾吼，哇一定拍倒吼，因为免100万就使咧拍照吼。但是我感觉这是互大家讲有一种期待吼，毋过。其实实际上要入来，有真大的政治问题吼，因为咱知影讲，包括这边要救灾嘛吼，咱要用的这个无人机吼，咱要用的就用这个土耳其的嘛，就袂使用这个大疆嘛吼，这就是政治问题。所以汽车嘛共款，汽车入来，因为伊全面的这个卫星啦吼，跟汽车自行车导航这个物件，就是我感觉应该要考虑的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好，不只是。讲到底，刘经济你有赞成还反对？其实我感觉吼，若讲你要用到这个场面吼，你讲我比亚迪吼，还是讲小鹏、吉利，还是包括小米的这个车，我若去到东南亚、伫泰国伫对生产吼，包括讲日本嘛有啊，我要对日本的比亚迪买一台车进口入来台湾吼，其实即马已经有出现啦。即马你伫路的咧走，对，你伫路的咧走，看到 BYD 吼，敢若看到迄台车吼，敢若比迄种迄个什么几千万的限量级的超跑，佮较互人惊着讲哇，这台就是比亚迪。其实因为伊限制嘛吼，因为台湾即马限制，所以变成物以稀为贵。所以即马大家若看到路的走到一台两台吼，大家就注意讲哦 ，BYD 走入来台湾啊。所以我感觉这个局势是无法度通好走动。吼，因为我感觉因为你完全要控制讲啊，这台是对泰国入来这个比亚迪，所以我无爱互你入来吼。伊若照原来的关税，的方式入来，你嘛是无法度通好动。包括做者这个所以不如
关税检讨，对，全面性开放。无错，所以即马咱要互伊入来，毋是讲要互伊入来保护台湾的汽车，保护台湾的比亚迪，是咱要安怎互伊参双 B 啦、特斯拉啦、丰田啦，吼，个福斯啦，所以要互伊安怎参加的汽车拢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时阵，其实就有出现风险，就是讲伊的成长率一定会足悬的，因为伊的成本低，所以咱咧考虑的是即个政治问题，因为你若一旦开放。台湾的车若变成讲哇10台内面都有4、5台拢比亚迪的迄个时阵，你要安怎处理台湾即个汽车工业个所有消费者的问题？因为若你开放了会足紧的。心理占处的问题吼，还是讲爱国无爱国吼，这小专家来讲。对。咱先对吼，即个工业的定处吼，这个占处来看讲，到底这对台湾的冲击是什么？老师？首先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台湾的主力并不是放在这个汽车制造好或者重工业，台湾最强的就是半导体、电器、ICT、电脑哈。那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我们即使是开放，但是冲击应该也有限，因为我们原来的产业并不大。那另外，当然对消费者是有一个新的选择。可是到目前为止，到底是管制还是开放哈？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很关注。那我来节目之前，我有去 Google 了一下哈，就是在外面的舆情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很热烈。并没有很热，也就是说哈，那我们分析起来就看到，就是说除了生产面我们自己不强，所以即使开放冲击也不大。另外一个就是需求面哈，刚刚几个有提到，大家可能会对比亚迪有兴趣，但是你知道，就比亚迪过去在台湾人的心目当中也有非常多负面的印象，最明显就是我们鸿海在深圳大发大指的时候，这比亚迪把我们这个鸿海的那个高档的员工都挖走几百人，哈，所以大家就知道比亚迪原来有那个剽窃或者这个收买的前科。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比亚迪虽然市占率是全世界第一，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打进先进市场，它主要在俄罗斯、在第三世界、在南方国家里面，它市场占有率是最高，但是在美国、在欧洲，它市场占有率还是不高。换句话说，跟特斯拉相比，它性价比是很高，但是以品质跟形象来说，还是比较差一点。特别是我们其实有听到很多负面的报道，过去1年在中国有2万多件的火烧车，都是电动车。那1个月之前，光在南京那种不只是火烧车，因为电动车火灾要扑灭它的困难度是比正常油电车高出10倍以上，所以南京或者是山东好几栋大楼都烧起来，整栋大楼都烧掉。所以，然后包括在这个英国最近也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交通车是比亚迪的电动车，整部车烧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哈，比亚迪现在看起来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自有品牌，但是它多少还是有一些争议。所以老师，你认为可以入来，大家应该目睭会家己去选择。是的，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多一个选项，但是觉得会造成压倒性的这个占有。我觉得，因为台湾毕竟已经进入了先进的社会哈。那另外一个，这个东西要不要改，关键是看我们这个经济部的国贸局它的条文里面很清楚，要不要改就是看这个汽车工会这些怎么反应。但汽车工会在年初的时候，针对这个，你看他写的很中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积极的赞成。他也赞成跟各位先进讲的，就是货物税可以降，甚至关税不一定要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从市场来看，它没有那么压倒性。那从责任的单位跟专业的机构来说，它也不是压倒性的要让这个比亚迪进来。所以我觉得比亚迪进来可以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 open， 我觉得至少对消费者那刺激的技术进步，这是 OK。但是中间也有一些窍门要，比如说怎么去照顾这些既得利益者哈，或不要说既得利益者，这些产业工会，还有这些对，还有就是政府要不要动作哈？你看到立法委员都还没出来骂或者都没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社会的舆论，我们的电台是最领先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舆论上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气氛。我是用电动车来谈吼，伊的新三项啊，伊的新三项，头先老师讲，伊新三项唔那是电动车，佮锂电池啊，吼。太阳能的产品啊，这说来我要请教罗老师吼。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吼，伊讲的，这造成吼欧洲甲欧盟
甲美国全世界各国吼，产出无共款，甚至是产业无共款的这种失业啦，还是通货的紧缩，你认为这个情形是如耶伦讲的遮严重吗？即摆吼，因为这个像太阳能板吼，毋是干那即摆甲你谈尔，其实伊是从川普的时阵就开始啊。啊，从川普开始的时阵，大陆的做法就是变做讲，我敢生产寡零件，啊，就送去越南组装。组装了，因为伫美国的遐个包工厂的遐个头家，因拢爱用俗的嘛，所以变做联邦的计划啊，用越南生产的太阳能啊，关键组件是大陆生产的。啊，安尼因为即摆变做讲，安尼考虑了，因为美国甲越南有迄个 FTA 啦吼，啊，所以变做因就无扣到税吼，所以坦白讲吼，咱爱知影讲，耶伦这个财政部长吼足认真诶，伊就是爱找我会使趁到税的迄个部分，即摆拢杀无嘛，你即摆不管川普加关税，啊，还是大陆甲伊换所在去生产，附甲美国啊嘛是零关税啊，你伫墨西哥组装啊，你若迄个在地的迄个。供应率到60%，都拢无税去。老师，咱先停一下吼，互观众朋友了解，因为耶伦咧去讲哦，讲哦，因为你中国政府哦，拢大量去补贴你的产业，吼啊，必须用你的产业足用的啊，啊有这个材料哦，通好来倾销全世界，你安尼不对。一国的财政部长会当来支撑讲啊，恁国的这个产业你哪改？无吼，恁会害，啊，阮也会害。你认为这个对啊毋对？重点就伫遮啦吼，因为美国变做讲，伊想要寡产业会使刷转去美国，所以譬如像 Apple 过去这15档，建拢去用逼讲你爱转去美国生产，啊，所以咱即摆大迄个 Apple Watch 拢伫美国生产，但是 Apple 嘛知影讲，伊的手机啊若无伫大陆生产，伊无办法有这个机会吼，会使呢。一上市的3000架机啊，还是5000架？所以也能讲你 Apple 我想讲无 Apple 伤贵啊，无等于生产，但其他你唔通安尼大量补贴，安尼敢对啊唔对？你认为呢？补贴的部分吼，是那用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本头阮就拢无赞成补贴啦。反对嘛？啊，但是因为补贴你自过去这15档吼，全世界拢甲补贴当做政府的政绩吼，所以咱啥拢补贴吼。你看咱伫台湾，啥嘛拢补贴啊。看病囡仔免健保费，啊老的无啦，迄是社会福利啦。我讲产业啦，产业共款啊，好嘛共款啊，啥拢共款啊。即摆全世界的政治人物拢知影讲，用大家的钱缴的税。啊，来买家己的名声，安尼上俗啊！啊，但是，比如讲，咱甲补一角，啊，伊补10块呢？你像迄个锂电池上简单啦吼，因为太阳能迄已经解决啦，因为美国伊家己已经有加环境故事啊。你知美国偌处对无？伊伫川普的时阵就甲课环境销税，啊延后实施。伊嘛知影讲，无用越南生产的中国物件，因遮嘛做袂落。对啦，这困难，这个情势到底是啥造成的？财政部长知影真清楚，伊都无扣到税嘛。哈，啊，锂电池就更加趣味啊！锂电池是当初巴菲特去投资的呢，比亚迪是巴菲特去投资的呢。无啦，啊，这只啊，咱拢无好人过去美国人吼，对着中国产生一寡梦想嘛。啊，但是即摆想讲，哇，即摆甲你饲甲遮安尼啊，饲甲肥肥。所以锂电池迄嘛足简单的，因为这个生产链，因为大陆有稀土，大陆的环保较松。啊，大陆诶，遐个人较拍拼，所以即种有风险诶，啊会破坏环境诶，啊伫大陆生产，迄拢因古早拢要治哦吼。即摆上麻烦诶是电动汽车吼。你爱知影迄一支 Apple 手机啊吼，60%的毛利是伫 Apple 诶手顶吼，剩下40%甲搬到全世界，包括台积电。3%、5%、2%安尼啦，嘿。啊，即摆比亚迪直接甲锂电池变做电动车吼，啊害啊！因为伊卖3成1/3的价小伊就会赚，啊，古早迄个60%的毛利无去啊，
即马欧洲国家的人变做敢若会使替比亚迪卖车，赚广告费、赚经销费。广告费甲经销费加1.5%啦，你股价是赚6成啦。所以即摆代志足简单的吼，就是讲财政部长忧心忡忡，伊讲的拢是好笑的，因为啥啦？你甲嫌，伊就敢若一点代志无处理掉，我都无扣到你的税啊。哈，你会赚，你会。所以老师，你他有讲你无赞成补贴嘛？我无赞成补贴啊！你即马大陆上重点的代志就是讲，咱全世界伫过去75个冬，大家拢伫补贴。敢若有个人补贴有效，有个人补贴无效。上麻烦的代志，即马佫累10冬。那大陆的车会使怎伫全世界拍品牌家己卖？古早像咧伫大陆变做全世界的工厂。品牌拢拍外国的，因会使趁4成到6成的迄个毛利，即摆无去啊啦。咱即摆你差的其实重点伫遮，讲的拢是一半对尔。我头仔讲过吼，印尼其实5万的是你来叫我投资啦吼，伊毋是讲我做伊买你的车啦。但是咱还有寡谈判筹码嘛吼。所以咱即摆替台湾想，咱嘛爱问一个代志。咱到底是要爱啥？咱挑伫共挑起，咱会趁到啥？咱若挑起挑了煞标准，咱会了啥？无老师，这个是重点。即马还未发生嘛吼，所以咱就先讨论先嘛吼。咱毋是要挑起哦。老师，这我来先说明哦。关税遐个物件吼，咱爱一概就甲降。因为咱5万要入去 CPTPP，咱若要入去 CPTPP， 你无可能日本会互你安尼关税遮悬，佫互你入去啦。这是当然的嘛吼，所以我讲，若是对中国挑起啊，应该是讲爱重新来检视，讲到底内面应该要什么样检讨嘛吼。理事长，你认为呢？我感觉上主要就讲，咱即马车辆的部分，以台湾来讲，咱真正国产车，其实咱的规架车咧外销根本是几乎等于零啦。根本就无车嘛，咱拢是甲国外合作的，咱的国产车其实就是合资生产的嘛。比如你看到Toyota、厚道、这日产、米兹比西，你所有的车种，你其实拢是甲人合资生产的。你有法度摕到上新的引擎无、上新的车型无，遐爱看伊原厂愿意互咱无。所以咱是甲当作是咧外销的物件无做。等内销是咱家己台湾人都互相趁来趁去嘛，这对咱的国家经济其实就无增加无帮助嘛。咱上主要是咱生产的物件会当卖互全世界，就日本的车，毋是干那卖日本国内嘛，中国即马嘛共款嘛，各个国家伊拢嘛想要甲。这已经是过去式啦，你就无法度的代志。所以即马你讲电动车的部分嘛是共款，其实咱毋通忘记，台湾伫电子这个部分是第一强的，第一台特斯拉的车是伫台湾生产的，伫台湾研发出来哦，是咱家己无 IT 的尔，对不对？但是咱即马要掠起哩，就像讲的，咱来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毋是干那加要保护尔。其实咱应该真大方甲全世界讲，电动车嘛毋是中国人的专长啦，电子业生产的。所有的物件、机械、加工品。所以理事长，你的意思是讲，咱爱照开放的事实来重新建立咱台湾的电动车的产业。是，因为我感觉新的企业，才是咱成长的一个一个 power。咱才有迄个力头啦，咱袂使直直保护旧的引擎咱也无爱做。大陆就是安尼嘛，伊感觉引擎做袂赢人嘛。安尼会通吗？对不？伊引擎做袂赢人，所以伊要弯道超车，伊要甲超过啊！我袂甲你做引擎嘛，我袂甲你做变速箱嘛，我来甲你做莫达。你袂记，特斯拉的莫达是咱富田电机做的呢，伊的莫达是咱台湾做出来的呢。所以咱爱对家己有信心啦，咱嘛免惊中国车什么车啦。上主要是咱要看倒一个市场，咱的交通安全是毋是因为这车辆会增加 AI 来增加咱的交通的安全，互大家。驾驶较轻松，莫讲像最近这几工啊，交通事故安尼，车吼无 AI 的智慧吼，定定咧事故。我感觉要解决咱交通的问题，车辆的引擎改良吼，新的方法，咱一定要继续去甲拍拼，去甲试。
啊，这我赞成啦，就无一定是开放中国车，世界各国的车拢来拢好嘛，吼，有人借。其实吼，那台湾的这个电动车吼，要参大家讲咱的脚踏车拼全世界吼，咱脚踏车包括捷安特啦，包括足侪拢是拼全世界嘛吼。啊，你讲欧多拜啦吼，其实咱嘛伫全世界拢拍了袂歹。啊，但是电动车这个部分吼。即马咱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无即个成熟的产业吼，互大家感觉讲，台湾即个电动车，因为咱即个供应链足够的吼，所以包括特斯拉一开始的时候嘛，靠台湾的供应链，所以咱的产业是供应链，毋是做出来吼，做出来即个汽车的品牌。所以咱伫遐等啊，电动车内面都还无啊，吼啊，主要你讲过去的国产车内面，足侪拢是靠讲哦，国外的车参咱组做伙吼，啊真正的嘛，敢若陆良啊，吼啊陆良啊内面，你讲对几项物件要算国产的车，其实伊内面吼包括 GM 吼 ，GM 就是参中国有关系啦，但是伊毋是电动车，伊是迄个加油的车吼，啊所以就是讲，这个产业本身，咱要安怎继续保护，啊保护敢有在调，互台湾的这个汽车组装起来的成品吼，会当拍全世界。因为这个问题伫美国伫日本，因拢有会当竞争的物件。咱台湾敢有法度伫上底的所在、上底的期间讲，咱的包括因为U-Bike 嘛吼，啊提升甲这个叫做大家公用的这个汽车吼、客停车啥，拢全部替换做电动的。我感觉这个部分其实还佫有淡薄仔难度，因为过去我伫个台东这间公司吼，啊，阮迄个公司内面嘛，拢做想要先拍什么？拍这个电动巴士吼，啊这个咱遮的这个公共的吼，遮的大众捷运工具吼。啊，可是。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嘛是还佫足侪难题爱解决吼，所以你讲即马伫个遮尔啊短的期间内，中国已经全对比亚迪啦吼，啊，什么小鹏啦、吉利啦，所以物件拢要甲你拍入来了吼。你即马才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即马是咱即马爱想的是咱要开放，还是唔开放？啊，要开放的时阵，咱爱有啥物配套的措施？来，互即个开放了所产生的问题，所产生的国安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佮双方的即个贸易的即个关系问题，会当降较少。因为咱看到叶伦这边，其实伊去见中国的即个高层吼，李强，其实伊所烦恼的，毋是讲美国吼，可能会互足侪中国的电动车去甲食市场。其实伊要谈判的毋是即个贸易的即个问题，其实伊烦恼的是美国的债务的问题，美国的通膨的问题，美国即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就是讲美国今日烦恼讲伊的债务，伊即个财政的问题，所以才会财政部长去，毋是贸易的代表啦吼，所以咱来思考讲叶伦这边去中国，其实伊要凸显的是讲吼，你中国遮的车，即个新的3项要拍全世界，我拢知影。过去你拍的是即个什么家电啦，吼啊服装啦，过去伫个义乌的生产的物件，你去到米兰，你去到意大利，去到法国巴黎，拢会去买到义乌生产的遮的生活用品。吼啊，即马伊用的伊要拍的是，伊会当中国创造伊的即个外汇。上大的3项就是电动车、太阳能、佮锂电池，所以电动车是伊的大项目。所以伊拍的毋是干那台湾，伊拍的即摆要拍的是全世界。所以你若听到一寡产业界的人吼，因咧讲吼，比亚迪啦，佮足侪公司拢要来台湾，吼，拢要来台湾，啊嘛要找代理商，甚至讲要来台湾找一个所在要生产，吼。其实你拢会听到这个消息。啊，但是即摆就是因为政策问题，吼，政策的问题，政府爱去思考讲，我若真正要开放，吼，我若真正要开放，有啥物款的问题？因为你讲包括手机啊啦，包括家电啦，做侪物件拢入来嘛，吼，所以即个车的问题，你若要完全动，让伊设去第3个所在嘛是设会入来，吼，啊，所以你要维持即个
对别位设入来，还是讲我着互伊开放？啊，开放了有啥物款的问题？我感觉咱的新的政府、咱的行政院，包括咱的即个经济部、咱的交通部，拢爱去好好思考即个问题。其实哦，咱今仔做这个一点钟的节目哦，主要是要透过电动车这个新三项来了解中国所谓的中国震撼2.0，真真正正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台湾当然是头一言嘛吼。所以老师除了电动车、太阳能的电池，吼，啊，甲这个咱他讲的这个新三项，到底具体对咱台湾的冲击是啥物？啊，若是无开放，咱会当加入对这咱他讲的是 CPTPP， 这两项，老师你来给咱回答。好，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新三样哈，就是电动车、锂电池跟太阳能都不是台湾的强项，也就是台湾的产业的规模都不大，所以我们即使开放它进来，冲击也有限。所以这个其实对台湾就是说，你看美国为什么叶伦很关心2大层面，一个是国安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这3个产业，不管是汽车产业、太阳能产业或者锂电池。美国都有很大的产业，那美国受你冲击之下，一堆人失业，产业倒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中国的这几个电动车，一方面数字非常漂亮，另一方面倒的一大堆。对啊，这我也是想无呢。对啊，那个电池也是哈，电池原来什么好，那个电池也是，电池产业也是一直在腰斩。那太阳能已经倒过一次了，现在这样，这个问题就是叶伦所说的哈，就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落后指标，也就是中国大陆过去用几百亿。直接用现金或者用租税来奖励，那是5年、10年前大力发展电动车、大力发展电池、大力发展那10年之后，你看到的是这样出来哈，因为政府指导比市场指导更糟，市场指导有时候就会过多不足。那现在你政府又有一个大政策下来，大家一窝蜂的透过奖励去抢，结果生产过剩。那生产过剩了之后哈，美国为什么比之前更害怕？因为现在的事情在中国就在上演了。中国的一大堆电动车产业倒了，除了比亚迪或少数几家，全部都亏了一台，卖一台亏一台。那另外电池也是，那因为现在氢能源或者其他的能源也开始了，电动车未来的占有率最多只有30%，但是中国的那个电池已经过量了。那太阳能等等，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种大家很惊讶，中国的经济这2年为什么遭到这种状况？那你现在不是只有政治上的原因啊？现在选举，你看为什么？这个川普说我要课你100%的关税，那现在连拜登都有点动摇了，我要不要课你的税？因为你真的影响到我的产业，真的影响到我的工人哈。所以返回来说哈，拜登，现在这个叶伦他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哈，他也担任过联准会什么，他其实是双重的目的了，一种目的就是我用经济学家的正规的观点告诉你哈，我用很柔和的，透过筷子，透过这种老太婆的专办哈，告诉你自由竞争、公开透明，政府哈只要去维护好环境跟法律，你不要过度的补贴，补贴之后你在国内造成的恶果，那你现在影响到我们这些先进国家，因为我们看到你现在这么惨，半年、1年之后，那我要怎么对你？那我搞不好连我拜登都要课征你非常多的关税。但是老师，我真听伊咧讲咧真趣味，讲吼，你哦唔通啊重商主义，你就爱开制度爱开放，爱改革。啊，这对伊来讲，敢有可能？很难，因为现在哈，比如说我们说《经济学人》好了，《经济学人》最近的标题就是哈，就是习近平要搞的经济哈，就是帮倒忙。他只要下去指导的经济政策，那所以他不是只有重商主义啊，因为我们亚洲4条小龙，包括德国都不断的拼命累积外汇啊哈，然后以出口导向。那他更糟的是，他相信社会主义，他相信国有体制，他相信伟大的政府，他英明的这个产业政策可以让中国走到一个东升西降。好，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是让国营起来，让民营企业下去，然后让私有企业。他不知道怎么做，基本上就是政府要主控一切。那现在看到的是现在一片恶果。然后呢，你到目前为止，叶伦现在讲的，不管是碰到李强，不管是何立峰，这些人都不是决策的真正决策者，真正决策者是习近平习近平听不下，而且习近平告诉这些外商的高管啊，你不要对中国指指点点，中国知道怎么
中国知道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叶伦担心的是，他透过李强、何立峰，希望习近平能够听得下去，让市场运作，让公开透明，让竞争，让这个企业自己有活力的增长，不要用大量的金钱、大量的政策去引导它。结果你自己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接下来我这些美国甚至墨西哥甚至印度都可能受损。所以他作为一个正宗的经济学家，他就告诉你，市场的运作公开透明、良好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继续发展强盛的关键。罗老师他到这个田老师讲到耶伦是这个对啦，咱就知影讲你中国你就这个镜头因为伊的体制安怎，伊就变到安尼咱也无否认讲伊即马的确有问题，伊家己也承认啦。伊讲有这八大的痛点，一个叫做房市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债务高涨、劳动人口下降、外资撤离、贸易壁垒、经济趋缓，这8项，这听起来镜头真高呢。老师，你若要贴一个药要习近平食，你应该贴什么药好食？其实咱台湾会使互因解决足侪问题啦你看咱即摆超过60岁以上的人有一半的人拢咧做志工剩的人拢伫读佛册是去拜教堂所以其实大陆若要互大家拢有代志好做，是足简单的啦做志工对，当然咯。即摆伫大陆，即摆伫大陆是啥物代志，拢是政府包的你像我伫台湾做消保运动，我是志工我是代教授我是我做志工是无薪水的但是伫大陆，凊彩一个做，因为我做消协啦拢是公务人员。所以伊就是拢国营企业伤济啦。是，所以即摆大陆的镜头其实，头咱主持人嘛有咧讲因那阵。淡薄仔伤欠系啊。但是因为重点就是安尼嘛，因为因前一批拢伫插房嘛，你插房的人你若无去缴款就像日本日本像90年代规个崩盘，因为迄厝价油较悬，大家一条电了佫含袂起，怎啊变做衫拢缩起来？即摆大陆甲即摆后上好的是，遐买入去拗赚。伊毋甲日本共款，日本迄样就是了甲痛苦，所以即摆伊敢存讲爱缴这房贷，所以大家都唔敢开呢。是，所以你即摆变做老师，我嘛真好奇呢，伊家己内面的人，伊的国民拢唔敢开钱，下性命卖外国人，这哪会无爱叫因讲，你一人甲我买2件？所以你甲看即摆大陆变做，甲消费者拢送去东南亚佚佗。古早因是拢去欧洲，是去日本。结果去欧洲伫法国连续3年，见拢去用当街抢劫，甲你动死。怎啊变做大陆爱家己派人去消费啊？对，所以你即摆变做消费有2种。一种是咱伫国内消费。所以你会记得有一个时间全世界的精品拢走去大陆开店。但是拢走去大陆开店了，你佫一个问题来迄物件甲叫我悬贵了就人会使上下其手去趁差价。所以变做大陆变做怎啊开始佫讲，咱爱返璞归真，爱袂使安尼精品。所以你看遐精品店拢走去所以你即摆无甲人送出去消费伊就袂使解决伊的贸易顺差上侪部分嘛。你即摆大陆讲要去全世界投资更加对拢互讲做，伊是要来遮做间谍你去对开海港，伊就讲系你这后盖拢变军港。到底应不应该家己小检讨一下？那大呢？伊讲到中国去，即摆上趣味的是咱拢袂记一件代志。澳洲伊甲伊的港口租互中国。本头美国叫伊收倒来。结果澳洲算盘得掉袂使呢，安尼会了，变做讲无安尼啦，我遮互你的军队来休假啦，遮互中国佫开港口啦。澳洲用这种程度两边平衡都两边拢赚你的军队来遮开
中国人来遮开海港。这都袂要紧，我的意思是讲，啊，伊家己国内8大痛点啊，伊到底是要安怎解决啦8大的特点就头早讲过嘛吼，伊若要互人放互营营，啊，大家拢有代志好做是足简单的。啊，第二点吼，甲即摆的程度吼，大部分伫大陆买房地产的人其实拢有赚，甲日本的情形拢无共，所以咱嘛免烦恼遮的。但是遮个手中有3栋5栋厝的人，伊会肯卖一栋来开无？这都爱讨论。啊，要安怎互伊？伊现在不爱开，因家有钱那不爱开啊。啊，你去问巴菲特嘛，伊现在拢拗你食汉堡，你著遮好嘢啊，拢食汉堡。你现在袂使请几个名厨，啊叫人来跳舞表演，啊，互美国人的少年拢有头好做。伊嘛是食汉堡啊，哎，啊，川普嘛食汉堡啊。无啦，伊安怎谈伊都，你甲我问讲，现在卖有3、5栋厝的大陆人，唔敢要去卖一栋有赚的厝来消费。我即摆是讲总体经营啦。对，所以我就讲，即摆咱要互因的人民开始有安全感，啊，开始敢把消费能力放出来，这爱有理由，爱有规定。所以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讲，伊的人民无安全感，所以唔敢开。坦白讲吼，你即摆有通赚，就大家拼死赚，你就无时间好开钱啦。哦，啊，因为现在有遐会赚的机会，因为就这个经济的方向还是正确的嘛。你即摆安怎甲看吼？你伫大陆迄种抛售潮无出来，即摆是敢若新起的厝无人爱买的，伊毋是讲像咱伫台湾2003年，还是日本1990年了后，大家拼死要甲厝倒。所以老师，你的观点，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大致啊算好，后真好，啊佫真好，后真好。啊，即摆重点就是以后真好，咱会使有像澳洲的智慧无？我海港国属互你去经营30栋。但是我拜托美军来遮消费，我甲你遮租互美军来开伫外国的迄个军营，啊，互你的人会使来遮开，人安尼就甲问题解决啦。咱绝对爱学澳洲，澳洲虽然是讲英语，但是伊的华人移民是相关的。啊，伊的所有的这种两边平衡，这5、6档，你看到澳洲的智慧吼，你要甲拍破啊！伊即摆连外交部长嘛华人。不，澳洲咱另外过来开一点钟来讲哈，澳洲的政策，澳洲甲美国的联名吼，这咱另外来讲。上下要5分钟，请2位吼，啊也许老师小等下还有时间吼，理事长，基本上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吼，对着进口车乃至到着台湾的进口车，这个电动车的产业。其实电动车咧，上主要就带到咱家己的电力免哪供应，咱即摆家己电力免哪分配，工业。民生要哪用，这就看着一个，咱的电价直直起悬起来，咱大家拢吃亏，吼。所以咱要转型做电动车无，唔是进口这个问题尔，有咱国内的产业有要转型做电动车无，日本无，欧阮袂无，吼。第二个就是讲，这个物件只要电价一铺起来，咱是要用核能发电，若是要用风力发电，要用什么电，无的时阵就变做咱国民的负担嘛，对不对？你即马车进口了，过一个。这是政治的考量嘛？大家咧讲哦，这排碳啊什么，迄是美国人上早起讲的嘛，对不对？全世界都咧算啊，哦，即马碳要碳税啊，爱纳钱啊，爱买啊，对不？大家就想办法讲，看倒会使减碳无？哦，会使甲这个排放甲减低无？但是这是一个政治买票嘛，政治你不讲的，永远都做袂到嘛，对不对？就包含即马你看德国伊无唔啊，伊要继续生产伊的车，伊无要电动化啊，别个国家。汽车产业无动的，无占比例足悬的国家，伊就做电动车嘛。日本嘛无爱啊，美国嘛无爱啊，德国嘛无爱啊，对不对？所以即马这个物件就是文化制度甲思想顶悬，搁咧相拍啦。永远就做袂到咱台湾人，咱家己到底咱想要伫什么车？其实电动车是属适合台湾的，因为近嘛，距离短嘛，咱驶车就免逐工驶200-300公里嘛。对不对？所以咱家己国产的车，现在袂使趁这个机会，看到比亚迪这个机会，吼，伊会使超过全世界
咱嘛有迄个机会嘛，敢毋是？是来，是，其实我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讲，习近平知影讲，伊即摆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对来，达到你讲的8项这个病症，其实又用一寡方式来处理。吼，你看讲，咱买物件咧补贴，即摆中国的厝会当补贴无？旧厝换新厝会当补贴你到6成哦，你甲家己传4成就好啊。所以1000万的厝，你会当互你旧换新，甲你换6成以上，换6成，等于讲我600万，互你用换的吼，所以这就是伊的一寡，包括对内的政策，甲对外伊要甲全世界讲，我的物件，我强国强国，要好的物件，要俗搁好用，我要拍全世界，迄个物件叫做电动车、太阳能搁锂电池吼，伊即摆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解决伊内部的这个经济问题，所以伊嘛知影讲，上大的困难、上大的问题伫美国吼，因为对川普的时代开始的贸易的这个问题，贸易战争。伊若无好好来解决，伊绝对这个经济问题会愈来愈严重。所以习近平前一阵啊，将所有的美国的这个前100大的这个外商吼，拢甲叫起你开会，叫起你食咖啡、食饭安尼。所以伊有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咱看到的这个物件，就是讲习近平伊知影讲，我用安尼拍。就是讲，我要拼经济，啊，恁要参我做生意无？吼，啊，即马卖个拼战争，其实我感觉有这个态度啦，除非有全世界去评估。有镜头的啦。对对对。是，好，感谢四位，谢谢，谢谢，谢谢。